奏出活泼灵巧的高音旋律，是吹管乐器中最高音的乐器——邦迪。现在您听到的是曲笛，它的形状与邦迪相同，但声音比邦迪低一些，擅长演奏优美哀怨的旋律。笙是唯一能吹奏和声的吹管乐器，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。下面嘹亮活泼的吹奏是中国民间广泛用的吹管乐器唢呐。中音唢呐是改良过的加键唢呐，它的声音比高音唢呐柔和些。前面介绍了吹管乐器，
下面介绍弹拨乐器。柳琴是弹拨乐器中最高音的乐器，它的样子像个小琵琶。这是扬琴。琵琶音域宽广，技巧丰富，表现力强，经常在乐队中担任独奏。阮是中音乐器，音色柔美，常在乐队各声部中起协调作用。三弦的音色很独特，在弹拨乐器中是唯一用平面做共鸣的乐器。古筝常用的古筝有21弦，并按5声音阶排列，演奏如行云流水。
打击乐器十分丰富。现在听到的是小唐鼓、小拔、小锣、唐锣、低锣、板鼓、梆子、定音鼓、刚刚听到的是木琴。下面介绍拉弦乐器。在拉弦乐器中，最主要的是二胡。高胡的形状类似二胡，但声音却高了很多。中胡的声音很浑厚，像一位慈祥的长者。大提琴的声音低沉宽广，就像一个男中音。拉弦乐器中最低音的乐器，我们叫它低音大提琴。刚刚介绍了乐队中的主要乐器，下面听听他们的合奏。
乐队中还有一种乐器，并不经常使用，它的声音非常优美，那就是把乌。